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，我们正国寺的常住法师，各位信众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利用今天一大早，我们呢就给各位大家来介绍这一章。这是圆信大师讲的话，他是日本净土宗的祖师，第一代的祖师叫法然上人。那么这一位呢，他是净土宗的祖师大德，叫做圆信大师，很有修为，他的境界很高，大家都非常的敬重。那么他讲这句话，他说极重恶人，这个是恶业非常深重的一个大坏人，他无恶不作，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好事。所以你看这个人是极重到极点了，极端了，他没有良知，没有道德，没有怜悯心，他本身的心性是穷凶恶极，是一个非常极端很深重的坏人，无他方便，没有其他另外一条路可以救度他的。这种恶人呢，他的命运是肯定是绝对的，不需要怀疑的，他一定要堕落地狱的，一定到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到恶道里面去转世轮回。他没有其他的方便可以救度他，没有第二个选择，唯称弥陀得生净土，只有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你可以得到往生西方极乐。这是我们圆信大师一再鼓励我们、提醒我们、教育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，以他这种非常高超的智慧了，非常圆满的心性，他提醒我们。所以这一种对象这么坏的人，他单单只有称念弥陀名号。为什么？因为弥陀的名号是不嫌弃任何一个罪恶的凡夫，他不嫌弃你，不分别你这种对象，只要你肯念佛，你愿意相信念佛，好好的精进虔诚的念佛，用感恩的心来念佛，那么这个人呢，最后虽然他本性是很坏，但是因为他称念弥陀名号，顺佛的本愿，他就可以得生极乐，可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。我亦在彼舍期之中，我就是指圆信大师。这个彼是谁？是阿弥陀佛啊。他说我也是在阿弥陀佛舍期之中、救度之中。虽然我是一方的领导者，我是修行这么长久的一个出家人，但是我也一样靠阿弥陀佛，我也是在阿弥陀佛的救度之中。各位你看有没有谦卑啊？那么有修为的人，那么有正量的人，修行这么长久的人，而且是一个寺庙的大方丈，是一个地方的领导人，你看他的影响力，他讲话的分量，是我们大家都很恭敬的对象。但是他又讲这句话，我也是在阿弥陀佛的救度之中啊，他没有放弃我，我也是靠阿弥陀佛称念他的名号，然后我愿意到极乐世界。你看圆信大师这么有修为的人，仍然这么谦虚、这么谦卑的讲出这样的话。烦恼障眼虽不能见呢，我们是个烦恼苦海的众生，我们有业障，我们的眼睛呢，这个是肉眼，肉眼所看的都是分别啦、肮脏的啦、污染的啦，没有干净的。所以我们是烦恼障眼啊，这种业障的眼睛虽不能见，我们没办法看到阿弥陀佛在我们身边。我们一念佛有佛光普照，我们看不到，因为我们是一个业障的凡夫，我们是一个肉眼，我们不是华眼呢，不是佛眼呢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天眼呢，没有啊。所以我们这种烦恼心很重的人，你的眼睛是障碍的，只有看到眼前，但是过去的如何如何你看不到，你只有看到目前短暂出现的这些东西，但是内幕存在什么因缘变化你不知道的。所以我们所看的是非常有限度的。我们虽然不能见，不能看到佛陀这么慈悲，怎么救度我们，我们看不到。但是他说大悲无倦，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是没有厌离我们的，
没有舍弃我们的，他从来都不会感到说我疲倦，我想要放弃你。没有，只要你名号一起来，他分分秒秒、时时刻刻都在你旁边眷顾着你、普照着你、疼爱着你。这就是阿弥陀佛大悲无倦，永远都不会疲倦，不会舍离你，永远都不会放弃你的。常照我身，他的大悲心没有厌倦，时常照在我的身上。只要我一念佛，他的佛光没有离开我的，我都是在他的救度之中。因为名号就是光明，光明就是名号。当你一旦称念的时候，那个光明在你的身上就散发出来，佛光永远都普照着你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念佛的原因就在这里了。我们唯独只有靠着念佛阿弥陀佛救度我们，让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苦海众生，在你关键的时刻，他引渡你、救度你，来跳脱这种生死，离开轮回，往生西方极乐。这就是圆心大师讲的话，日本净土中的一代祖师。我们今天将当的话跟大众来分享，希望我们建立信心，不要辜负了阿弥陀佛的期待。我们只要是佛的弟子，我们顺佛的交代，好好称念他的名号，他来救度我们，我们到时候就自自然然的往生极乐，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，我们来这个世间的受苦就结束了。这个就是师父要给你们最好的礼物了，希望大家要珍惜。感谢各位，南无阿弥陀佛。